拜拜。做查囡仔住伫厝里的时，我拜拜的总数10支枕头仔有袂完。印象上深的是，特别联考的时，补习班的主任带规班的学生仔去天公庙拜拜。我的翁婿因兜是住伫海边仔的讨海人。要结婚的时，我的翁婿有甲我讲，因阿母足传统的，因兜定定在拜拜。我心内想讲，拜拜毋是着香雅咧，甲神明讲两句话，佮甲神明点两个头，表示感谢，安尼就好啊。迄无啥，真简单啊。结婚了后，我才知影翁婿因兜的拜拜袂当凊彩，亲像逐工早暗拢爱甲神明祖先点香拜拜皇帝。初一15爱甲神明敬花敬果，16爱拜门口，每个月日厝边的树林段爱赏冰。当年阁有祖先做祭，和真侪神明的生日，嘛拢爱款拜拜。若是安尼，每年的拜天公、南斗北斗生日、清明节、7月10日的普渡、二九暝拜祖先，对阮大家来讲，拢是大节日，一定爱传家足青草。神明的生日拢是准备素食的，亲像兄四果茶、红菇、面膜4种果子。3珍海味、姜、盐、糖、黄豆等等。清明节7月10日的普渡，二九暝拜祖先就爱传3牲鱼、鸡、肉，若是5牲就爱佮加上龙虾甲金马，佮有饭菜甲果子，拢总爱12项。上元爱准备油饭、果子、甜料，甲祖先做节。对住伫海边仔的讨海人来讲，拜拜是一种寄托，甲心内所祈求的拢寄托互神明，望家庭和谐，翁婿出海掠鱼，万事顺利，囝儿事事健康平安，捌代志。拜托神明甲因斗帮赞，即款的心情是我这几年来做人家后、做人老母嘛体会会到的。即摆囡仔拢大汉啦，拜拜对阮大家来讲，毋干那是寄托，有搁较济的是感谢，感谢神明，感谢祖先，互一家伙仔大细拢平安顺利。